小姐，王校尉在外面已经站了很久了，要不然我就叫他进来。不要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脸上的妖印。何况昨夜我哪还有颜面见他呀？可是小姐，莫管他了，你去那边帮我把诗集拿过来吧。是，小姐。 大哥，他还在外面吗？是啊，小姐，要不我还是叫他进来吧。不，我不想见他。可是王校尉还说不定要站到什么时候呢？这外面夜寒露重的，若是站上一夜，怕是身体吃不消吧？难道小姐就真的忍心？ 把灯熄了吧。他若知道我休息了，自然会离开的。小侯爷，我也暗中派人调查大理寺卿丁大人，发现他不仅经常入宫与兰妃会面，私交甚密，而且大理寺里还有很多行踪鬼祟、不似普通差役的人。我调查了刑部名录，大理寺里根本不可能用这么多人。属下猜测，这些人很可能是丁大人豢养的杀手。当日行刺侯爷和阿莫的，应该就是他们。他们竟敢在京城豢养杀手！ 目无陛下，狗胆包天！这些人胆敢行刺侯爷，不如咱们调国公府的兵，以除后患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并无确实证据。公然去大理寺，出师无名。再说，陛下现在在兰妃手上，我怕他们狗急跳墙，会对陛下不利。那侯爷的意思是？ 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你暗中调查，若有异常，速来禀报。属下遵命。小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哎呦，这阿莫又怎么了？侯爷，您不是让阿莫自个儿招魂吗？他听您的话，正在院里招魂呢。哎呀，这个死阿莫！阿莫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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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阿莫回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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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把自己的魂给召回来，却把别的孤魂野鬼给招来了。阿莫，别咬了，停下！你听这铃声好好听，小哥哥你听，好像风里也有声音。阿莫！ 别咬了，给我停下！不要！拿来！不要！阿莫，阿莫要在这里玩，小哥哥停下！陪阿莫一起玩好不好？给我站住！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你扔到野外，再也不理你了。小哥哥，你干嘛说人家？
是你说阿莫自己找魂魄的，现在又骂我，还要把我丢掉。阿莫又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要挨骂？你要是想让我理你，就乖乖听我话，把玲珑给我拿来。嗯。 1、2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要了，你别数了，给你。这什么玲珑啊？没把他的魂给召回来，差点把我的魂给弄丢了。我去找大师。小哥哥，早点回家，阿莫等你回家吃饭。我是怎么搞的？鬼迷心窍！静儿，我给你采了些鲜花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静儿，镇外满山都开满了鲜花，你要是亲眼看到了，肯定会特别喜欢的。我带你出去走走，散散心好吗？郑兄，你军中事务繁多，还是去忙些正经事，不必陪我了。你不要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这样心情会更加烦闷的。我今天有点累，真的不想出去了。那好吧，你先好好歇着，我走了。郑兄，怎么了？改变主意了？郑兄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不必为我每日采来鲜花。这花儿如此的娇艳美好，原本应该在山野上绽放，却每天在这里与我愁容相对，反而会日渐枯萎的。静儿，我给你采鲜花，是希望你能够开心，哪怕这开心只是一瞬间。可是，这花的美丽只会衬得我的妖艳更加可怕。在我的眼里，静儿永远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，哪怕是漫山遍野的鲜花，都不及你的1/1000。郑兄，我知道你对静儿好，可是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你每天都为我白白的劳神费心。无论如何，我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。我对自己承诺过，要让你日日展露笑颜，哪怕是你不接受，我还是会日日送你。好了，你先歇着吧，我走了。小薇姑娘，你这是？我给公主熬了些补气养神的汤，正要给她送过去呢。让你费心了，把汤给我吧，我给她送去。我知道，公主不想见我，可这碗汤是小维的一番心意，我想亲手交给公主，还望郑公子能够成全。小薇姑娘，无论你是发自内心的善意，还是故意伪装的，对静儿来说，都是莫大的伤害和难堪。静儿现在的心绪很不稳定，她说不想见你，自然就是不想见你，希望你能够尊重她的意愿。小薇姑娘，你是聪明人，我希望你不要再伤害静儿，否则静儿真的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，王大哥会更怨你的。小薇明白了，是我考虑不够周全。那这碗汤就有劳公子帮我交给公主了。多谢。
这个李靖真过分，玩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？脸上有妖印，就老实在房间待着，别出去丢人现眼。他现在每天不是摆张臭脸，就是折腾人，弄得大家都紧张兮兮、小心翼翼的，好像所有人都欠他似的。你就别再抱怨了，而且你这样也于事无补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样子，把整个李府搞得愁云惨雾，简直都没法待了。不是说他爽朗率性、不拘小节吗？他要真的胸怀扩大，干嘛那么在意脸上的妖印啊？那是妖印没长在你的脸上。你试想一下，倘若庞郎看到你像看到鬼一样，你会不在意吗？当然不会，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，庞郎都会爱我的。哼，那是你运气好，碰到像庞郎这样的傻小子。说着说着，干嘛要扯到庞郎身上？姐姐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找李靖摊牌啊？快了，他现在已经方寸大乱，他越是混乱，对我就越有利。可别到了那时，你又对他心软啊。彩雀，你这些时日跟庞郎一起去采药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就别回李府了。为什么？你嫌我啰嗦，又想把我支开？你既然决定要和庞郎在一起，那姐姐当然是希望你们好了。虽然庞郎说不介意你的身份，但姐姐迟早要取李靖的心窍。庞郎是个除妖师，如果他知道此事，肯定很难袖手旁观。我不希望你们卷入我们的纠葛当中，到时候左右为难。可是姐姐，王大哥已经对你的身份起了怀疑，我担心你一个人不好对付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有庞郎在府上，我很难出手，而且家里人越多，就越容易露出破绽来。我明白了，要不我想个办法把安莲也支开，只留下王英跟李靖，姐姐比较好应对。嗯，好。姐姐，王大哥这几天对你这么冷淡，你还一直忍着？他对我不是冷淡，他对我有所怀疑，却不忍问我。他竟敢怀疑你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他只是怕错怪我，伤害到我，所以躲着我，不敢问我。我懂他。你懂他，他不懂你。难道你打算就这么一直耗着？庞郎，就只有这么多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朝廷真是吝啬，边关重镇缺少军饷医药，还有将军和王大哥拿自己的饷银来凑。我身为守将，照顾兄弟们那是应该的。朝廷有你们这样的守将，真是福气。王大哥，你拿去一点吧，你自己不用，多少还要留给小维姐。李将军现在不住在府上，王大哥你又忙于军务，不理生活之事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李府的一切吃住开销，都是靠小维姐变卖了衣服首饰才勉强维持。她不想让你为生活的琐事操心，所以没有跟你说。但我听彩雀讲，她还打算做一些缝补的活计来贴补家用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，要一个人承担呢？难道他还在怪我？不是的，小薇姐知道你每日都在为公主和军中事务操心，不想再给你增加负担。王大哥，小薇姐也许不是你所希望的那个单纯温柔的小薇，但她一定不会是剜心的妖怪。她对你有所隐瞒，也许是有什么苦衷，不方便开口。但喜欢一个人，不是应该喜欢他的全部吗？小薇姐能够体谅你的辛苦和难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多宽容和相信她一点呢？王校尉，小薇姑娘在帐外找你。
主人为你受伤，你竟然不想见他，只顾着回去给王英做饭吗？他受伤了。大人在哪儿？你害主人损耗真气，伤及元神，主人不忍杀你，我今天就替主人除掉你这祸害。住手！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都敢背着我擅作主张了。主人是寒冰地狱之主，仙界之神，怎能为了一个妖孽疏于职守？冰蛇求主人尽快收了这狐妖，返回寒冰地狱，以免触犯天规。现在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是吗？不怕本尊收了你？冰蛇宁死不愿看主人自毁元神，万劫不复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请大人饶过冰蛇。他可是要杀你的，还不让开？冰蛇也是护主心切，小薇不希望他因为我而死，还请大人开恩。你速速返回寒冰地狱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离开半步。是，主人。大人，冰蛇说的对，你还是返回寒冰地狱去吧。如果赌约结束，我会将结果告知大人。你带我阅尽了这人间的红尘，我自然要留下来，等到赌约结束那天，亲眼看看是什么结果。可小薇不希望大人再因我的事情而伤神。你真的会担心我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才会被冰蛇所骗。如果我真的受伤，你也会心痛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大人几次三番的救小薇性命，如果大人有危险，小薇自然会担心。可是，小薇不希望大人继续陪我在凡间受苦。本尊之事不用你管，你还是快回李府吧，不然王英又要起疑心了。去吧。多谢大人。芙蕖姑娘，有些事情我想跟三妹当面说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王校尉，小姐她不想见你，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。等小姐心情平静些，您再说也不迟啊。我只想当面向她道歉。相信您的心意，小姐她会明白的。只是，她现在还不想见人。这我明白。那这样吧，我在这里说好了。三妹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是我伤了你的心，请你原谅我。
我今天给你带了礼物，全当是赔罪。大哥，我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王校尉，要不然你把东西交给我，我去帮你劝劝小姐。那就有劳府曲姑娘了。王校尉可真是有心，处处为小姐着想，还特意为小姐买了礼物。他是对我好，可是他送我的礼物却是一副面具，可见他还是介意我的容貌，觉得我的脸可怕。不是的，小姐，你想太多了。王校尉只是讨你欢心而已，并非嫌弃你的容貌。况且，小姐吉人天相，一定会除去脸上的妖印，恢复无暇容颜的。就连戚夫人和那位仙人都救不了我，我还能有什么指望？所谓容颜恢复，都是你们口中的安慰之词罢了。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明白，没有指望了。不是的，小姐，你可千万不要放弃啊！我没有放弃，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大哥和天下其他男子一样，只爱皮相，难道就不能爱我的一片痴心吗？小姐，你太天真了，即便是一见钟情，也是先钟情容貌啊。您想想看，您对王校尉一见倾心，难道不是看中他俊朗英武的外貌吗？若是他没有这副皮相，您还会对他情有独钟吗？都说心更重要，可是心哪能看得到呢？你说的对，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天下有些女子为了容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原来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能够得到爱。好了，小姐，您就别再多想了。等您恢复了容貌，必能和王校尉成为一对佳偶的。您先休息，我给您做了道养颜药膳，这就去拿。小维，你这莲花绣得好精致啊，栩栩如生的。你能不能教教我啊？好呀，没问题。你看，这里，在这里绣下去。小维，这是小维绣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施舍还是讽刺我？这也欺人太甚了吧！王大哥，小维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刚要去找你呢。你要干什么？小维，距离血月日时近了，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你真的不想杀掉王英的话，为娘可以替你帮她去除所有的记忆。
等你变成人以后，你还可以跟他在一起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王大哥，好不容易才爱上我，如果他失去记忆，就意味着我失去了他对我的爱。你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让他忘了我。如果他记得你，那意味着他也记得李靖。我不管，我不能让你抹去他的记忆，因为这记忆当中有着我们太多美好的回忆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抹去它。可是当你变成人以后，可以让他再爱上你。可我没有信心，我没信心让他再重新爱上我，因为我们这一路上爱得太苦太累，我实在没有信心再重新来过。小薇，你别傻了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只是想变成人，找一个依靠。你是妖，他是人，你明不明白？糟了，为娘曾经答应过你，要为你创造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他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现在可以要挟他换心了。该怎么做，你自己选择。你别怕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不，你别过来，你是妖！我要把这一切告诉王大哥。王大哥，快救我！大哥，快来救我！哼，大哥，叫吧，大声叫吧！你不要忘了，我是妖啊！就算你叫的再大声，也没有人会听到。而且，就算王大哥知道我是妖，他也不会爱上你。我不信。只要是人，就有眼睛，就会以貌取人。你觉得王大哥是会喜欢我这张美丽的面孔，还是喜欢你那张被妖咒覆盖了的脸？你胡说！大哥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你说，你究竟有何居心？你别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帮我什么？帮你了解王大哥的心呢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王大哥心里到底喜欢谁吗？那你可以试试，倘若你变成我的样子，王大哥会怎样对你？而且我也跟你一样，一直都很想知道谁才是王大哥的心中所爱。所以这样，既是帮你，也是帮我。那你说，我要怎样才能变成你的样子？我是妖啊，能画皮。你看，我在这人皮之上画上这样的美丽容貌，这样的倾城之姿，能有哪个男人抵挡得了？不过，揭开这张皮下的景象，恐怕你一辈子都不想看。你要看吗？不要，不要！你怕什么？如果不能画皮，又怎么和你交换容貌？你是人，不能画皮。不过，我可以把我的皮给你，这样你就能变成我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不会就想测验王大哥到底心属于谁吧？哼，你很聪明。我要的当然不止这些，我要的是更珍贵的东西。什么？我要你的心。我的心？原来你就是万心妖。我才没那么低贱，去做那么恶心的事。那你要我的心做什么？你是我的同源一心人，我只有得到了你的心，才能够永久保持人形，才能和王大哥在一起。这样说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不懂。如果你要我的心，
随时你都可以得到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呢？哼，刚说你聪明，就犯起傻了。如果我要的是一颗死心，那还不是信手拈来？何必这么大费周折？我要的是一颗活生生的心，是你自己心甘情愿、亲手奉上的心。那如果我没有心的话，我怎么活？你放心，就算你没有心，也能活。我是妖啊，自然有妖的办法。古有比干挖心能活，你没有心也能活。我凭什么要把心给你？因为我可以帮你去除你脸上的妖印，可以帮你恢复无瑕容貌，完成你的心愿。你说，你能够帮我恢复容貌？如果要我帮你，你自然得有所付出。你与我一物换一物，这很公平。不，我不相信，你所说的一切我都不相信。什么交心，什么画皮，你说，我究竟怎么样才能变成你？你不信是吧？那好，我们就来赌一次。你许我半颗心，我帮你换一次皮，你刚好可以趁机问问王大哥心里到底喜欢的是谁。倘若他心里没你，我想你也不会苟活了。到时候把心给我，也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。但倘若王大哥真的心里有你，我也不会再继续纠缠下去，我会自动放弃。反正我有你的半颗心也能活下去，到时候再另觅有缘人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逼你的。但要是王大哥知道我是妖，我不会杀了你，但会杀了他，因为我无法容忍他嫌弃我是个妖，就像你无法容忍他嫌弃你脸上的妖印一样。不，你不要伤害大哥，你不要伤害他。你让我好好的想想。那你可要仔细的想一想。不过，不要让我等太久了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王大哥，你明白小薇的一片用心吗？我这么做，只是为了可以更好的爱你。等小姐恢复了容貌，定能和王校尉成为一对佳偶的。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大哥会永远保护你。大哥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是，我喜欢你。大哥，你到底是喜欢我，还是喜欢小薇啊？你不是一直都很想知道王大哥心里到底喜欢谁？那你可以试试。倘若你变成了我的样子，王大哥会怎么样对你？我可以帮你去除脸上的妖印，可以帮你恢复无瑕容貌，完成你的心愿。如果要我帮你，
你自然得有所付出。你与我一物换一物，这很公平。小薇，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？王大哥，可能是你最近军务繁忙，有些累了，就在这睡着了。小薇怕打扰到你，就没有叫醒你。我怎么记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只觉得昏昏沉沉的，就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但是又记不清楚梦中的内容。我只记得我站在这里等你，结果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小薇啊，你怎么没有叫醒我？我这样靠着你睡了一夜，你一定没有休息好吧？没关系的，能够与王大哥月下同眠，小薇觉得很高兴。小薇，你总是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了。可是人无完人，小薇也不是十全十美。王大哥，倘若有一天我犯了错误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军营处理军务，你好好休息一会儿。那我等你回来。你想通了？我答应你，用半颗心与你换一次皮。喝下去，就像做了一场梦。别担心，不会疼的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我不换了，我不换了，不换，我不换了。别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便是我，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世上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住你的诱惑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
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，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